生意係咪大受影響咧？按街點嚟講咧，附近好多嘅街道啦，都已經封路同埋要改道，咁所以咧市民去嗰度咧都係比較困難㗎。咁加上咧好多嘅商店啦、食肆都已經落晒閘，咁雖然我哋喺門口咧都貼出咗告示，咁話俾啲市民啦同埋一啲嘅食肆嘅食客聽啦，個福利餐咧會議期間咧亦都會照常營業㗎。咁但係咧入去嘅人唔多，咁生意都係麻麻地嘅啫。唔該晒。唔該晒，市民。咁禁區你已經至到19號嘅清晨大會結束之後先至會解封啦。呢段期間，冇通行證嘅人唔可以進入灣仔北，附近一啲建築物由於接近示威區，連貓狗都要回避嘅。香港舉行世貿部長級會議，愛護動物協會總部嘅貓貓狗狗都要為呢件盛事準備。朝頭早唔太多，因為一陣搭車驚佢會車落嚟。最後一批10幾隻嘅貓、狗、兔仔同埋龍貓，星期日被搬去協會嘅狗人分部，善後已經有近60隻嘅動物被撤離。愛護動物協會鄰近示威區對出嘅貨物起社區，長長嘅海濱已經擺晒實品。另一邊嘅運動場就被劃成示威區，草地上面都鋪晒木板。警方特別徵用協會嘅天台做高空監視。我哋喺呢段期間得到嘅信息就都唔係太多，咁主要都係財生媒體上面，我哋都係好似市民咁樣睇報章啊，睇電視啊。